教育释文第32集。台语有一句话，要食毋讨趁，是安尼写吗？若是安尼写，即句换一个讲法就是，要食就爱讨趁。讨是乞讨的意思，也就是劝人爱做乞食，才有物件通食，是安尼吗？当然无应该是如此啦，讲袂通啦。要食，既然讲到食，就写和食物有关系的字，讨趁安尼写，敢毋是真有文青气质呢？即两字分别是在讲师公、师母无共的实性。大家若有看动物频道就知影，正经会认真维护动物的是师母，师母是团体性的，是积极性的。师公一类被动，是孤身一只单独行动的。师公的讨食行为，确实有接近是用讨的，所以台语就发讨这个音。趁这个机会，趁钱，这个趁将定省，手定着机会，所以趁钱写这字，趁食写这字趁，勉强也可。把握机会嘛，但是因为和食物有关系，所以会使写趁食。过来，中文讲赚钱，台语是讲专食。这两字有关联无？先讲结论，这两字有共同的字频山，南山的山。什么是南山？人在用餐的时，是用安尼规片的低频数，毋是啦。用餐是用挂出来的南山肉仔。爱理解安尼的讲法，就爱先为这个骨开始讲，骨甲肉挂掉就变这字，这字就是挂的本字，甲这个挂搁处理就是山。说文家己有讲，肋骨之残，半骨就是山。这个产的字形斟酌来看，是毋是就是用手摕南山肉仔来食？甲骨先生哪会遐厉害呢？哪有法度发现安尼的细节呢？咱继续，这个忝，说文家己讲是真也，应该是指食物的真才对，是吧？这个趁就是真积极的找食物，利用食物。饕餮，大家若Google到的，应该拢和神话有关的解说。讨趁，甲骨先生安尼的解说，我认为才符合管鸟兽之文甲地之义。你认为呢？凶残的这个残，甲山有关系无？有啊，中山啊。要捞出南山肉仔，加减爱较凶残一寡，是吧？这个阁有另一个解说，食剩的就是残，残羹冷饭有无？搁杜甫的诗，残杯加冷餡。食完南山肉仔，换来讲澎湃。丰沛这两字敢会使读澎湃？有啊，公文讲的破空切就是读澎啊，辟盖切就读排啊，传甲真澎湃，安尼写。这个斗，台语定声音做甲，轻声甲，好甲，笑甲，笑甲巴肚疼，就写这个甲。也是你要写教育部推荐的这个甲呢？不遂也罢。这个传，说文家己讲是其实也，就是准备食物啦，就是动词啊。读音呢，除完切就读传。准备食物性的物件，台语就讲传，传甲真澎湃的传。阁有一字嘛读传，正运早就传便便啊，准备好啊。无别字，准备就写这字传。一般性的准备物件就写这字传，传便便的传。传三顿食的总是爱茶米煮饭，
入米就是捙，米哪会无爱用马呢？毋是较方便吗？马是现代人的想法啦。讲一个故事，细汉的时，阮同学会用剃头用掠去剃头，为何呢？因为阮同学因兜的大人已经讲好一年互剃头用固定偌济米，当作是剃头的费用。囡仔人总是爱耍哪会家己去剃头呢？所以就爱用掠的啦。这已经毋知是民国几年的代志米毋是用买的哦。搁古早的年代咧，买无一定是大部分的交易模式，会使理解吧？米用捙的，可能是过去真侪人的生活习惯。入米就是捙，出米就是挑米。台语有一字真接讲着，真好挑，这摊挑着大摊的，批米趁大钱就是挑。民以食为天，掌握着捙米、挑米的时阵，就真有好趁若扩大解说，无一定是米啦，有趁着、有卯着的，就讲是挑。食饱未？腹肚会枵无？这三字互你选，你选倒一字是腹肚枵的枵？有要紧无？绝对无可能这字啦。搁来问一个问题，大家有验血的经验，医生是讲明仔空腹来抽血，还是讲腹肚枵来抽血？枵空腹无共意思吧？这字基白音就是枵，讲伤济无人要听啦。这你看有一个枵，有两个枵，饥荒的饥白音就是读枵，另一字就是空腹的意思，读音喊或者是吼。这字对甲骨先生的学识来学就真好理解先讲这字，囡仔着青囝骂骂吼，着这字吼。甲骨文话正规毋是正济是正规的孝男孝女，当地哀号死去的亲人，读音孝或者是号，意思就是靠，就是号。这字甲啥有关系？甲腹肚无关系，甲木有关系。教育部的专家看袂出来，应该咱拢看会出来，是吧？意思是指木柴内部空虚，或者是腐朽，也就是柴苦拍心啦，或者是讲碰心。教育部写的碰心，看会出是腐朽无？乱写一通啦。这字就读音蚶，例句：甘蔗愈买愈落蚶，落蚶就是空虚的意思。搁一句：身体若欠钙质，骨头就会含梢。骨质疏松，空虚嘛，就是含梢。梢声声音沙哑的梢声，就安尼写。这字嘛读吼，就是吼的变音。正字通有这句：人枵挖吼腹，吼腹就是空腹。古早人甲空腹去抽血，当作是腹肚枵去抽血啦，错咯，毋是文献写的就一定对哦。莫讲古早啦，现代有电脑、有 Google、有搜寻遐尼高科技甲方便，教育部就有法度乱写规拖拉库的错字古人的文献一定对吗？我课文讲的一定对吗？我阁无讲到教育部的骨质疏松是含在树梢嘞，树梢的声音就是沙哑，我嘛无讲有影规拖拉库无？食饱用餐了变何情景呢？就是这种情景，空的碗盘、酒杯等等，阁有食剩的鱼骨头，这就是喷，就是琐碎。写这字喷也可。煮食的时或者食饱煞，总是有一寡汤水爱收，总是有一寡食剩的爱收渣扣做伙，通好饲猪这毋是喷无是啥呢？若有人要留言讲这字是喷是厨余，免无用啦，你先去查看卖这字什么意思。
看清楚即句翻安怎写，啥物意思？莫像汉语博士甲我讲即句是将菜辨别清楚才搁讲哈，毋是较厚全的字就会写对哦。为字形来判断上标准啦，无要扯，什么都能扯上关系啦。即集就讲到这，来小整理一下。要食讨趁，讨趁安尼写，讨食、趁食、转食，台语哪有遮济词句呢？甲骨头的肉割落来，就剩即字割，搁继续留落去就是散，就是烂散肉。残的本意嘛是流出来的烂散肉，澎湃就是青草，传食的传物件拢有准备齐全的意思。嗲米、跳米，把握着时机就会大跳，就冒着啊。腹肚枵，字形就写出枵的读音啊。红婴仔一出世就会吼，教育部会红婴仔是用护的啦。内部空心是拍心，菜头碰心是有腐败的现象。落蚶蚶梢，即句蚶有空虚的意思，喷就是琐碎，有两字喷通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感谢你的共同学习，咱下一集再会。